但係大概遲咗7日左右咧，我深深感受得到我睡眠質素真係好咗好多。第二朝起身一樣唔覺得攰，叉滿電。而家翻工做完嘢，仲有精神去做運動，翻到屋企仲可以陪下屋企人，真係有氣有力啊！有時見到啲報道咧話我凍齡，我真係笑咗出嚟啊！真係要全靠佢幫到我補足腎氣先至做得到嘅咋。大家好，我係吳家樂啊！我入行不經不覺已經超過30年。以前拍劇啦、做節目、做主持，捱更抵夜對我嚟講完全冇難度。不過近呢幾年咧，發覺只要一唔夠瞓，第二朝起身成個人跌晒鑊，冇晒精神。仲有啊，我連劇本都記唔到。而最明顯嘅就係體能真係差咗好多。以前我做運動沖完涼就已經回晒氣㗎啦，而家起碼要唞足1日1夜。仲有啊，我做完成日嘢翻到屋企咧，成個人腰酸骨痛，要攤喺度唞，直頭成個咧文弱書生咁樣。本來咧我冇諗住特別去理佢嘅，食下啲維他命，休息翻下應該都得啩。但係發覺瞓得唔好，精神差，而精神差就影響我哋嘅工作，工作唔好，壓力大，夜晚就瞓唔到咯。慢慢就變成一個惡性嘅循環。屋企人見我成日咁攰，好擔心我嘅健康，就叫我去睇下中醫。點知一睇中醫就話我腎氣唔夠喎。佢話好多人咧都有長期腎氣唔好，加埋生活習慣唔健康，體力自然變差。嗱，腎氣差嘅人咧，仲會有生白頭髮，同埋影響頭髮發亮喎。哇，頭髮喎，男人最痛啊！聽到即刻要食翻啲中藥調理下啦。不過話時話，我哋做呢行咁忙，點可以定時定候食中藥呢？直至到我揾到草基元氣腎寶，方便得嚟，又可以長期保養。最初咧我都係抱住一個試下嘅心態，但係大概遲咗7日左右咧，我深深感受得到我睡眠質素真係好咗好多。以前瞓極都唔夠㗎，而家唔會瞓一覺醒，就算瞓5-6個鐘頭，第二朝起身一樣唔覺得攰，叉滿電，做嘢精神集中，成個人醒晒。然後我先發現，原來養好個腎係可以爭咁遠嘅。而家咧我都食咗好幾個月啦，身體明顯係好咗。而家翻工做完嘢，仲有精神去做運動，翻到屋企仲可以陪下屋企人，真係有氣有力啊！有時見到啲報道咧話我凍齡，我真係笑咗出嚟啊！真係要全靠佢幫到我補足腎氣先至做得到嘅咋。呢隻草基元氣腎寶最大嘅優點就係方便之餘，而且性質溫和。佢係由傳統嘅太醫補腎古方6味地黃為根本，再加埋強腎壯元嘅靈芝、行氣活血嘅丹參、強筋骨嘅淫羊藿。除咗可以加強壯腰補腎固精嘅功效之外，仲可以增強體力，睡眠質素好咗，精力就更加持久，個人更有元氣。而且最重要嘅就係佢補而不燥。好多男士咧都驚補得太勁會燥熱，但係呢款配方咧平衡得好好嘅，唔同嘅體質嘅人都啱食㗎。佢仲有衛生署中成藥註冊，即係代表有品質、夠可靠。市面上唔多補腎嘅產品有呢一個嘅註冊㗎。加上佢通過咗 HPLC 指紋圖譜鑑證，中藥成分安全有效。作為藝人，我對於食落肚嘅嘢咧係要求好高嘅。呢啲專業嘅認證令我覺得更加安心，所以我先至可以介紹俾大家啦。男人係屋企嘅支柱，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，先可以照顧屋企人㗎嘛。想事業家庭繼續衝刺，我吳家樂誠意推薦你食草基元氣腎寶，補好個腎，7日強腎氣，強化身體機能。腎氣足，自然精神飽滿，精力爆燈，改善睡眠，連頭髮都變得烏黑濃密，自然信心都翻晒嚟啦。呢盒草基元氣腎寶，不論男士女士都一樣啱食嘅補腎氣產品。我自己咧就喺萬寧買嘅，咁而家草基嘅門市同埋 Cinnamon 都一樣買到，大家一齊試下啦。